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，一个非洲国家坦桑尼亚的北部呢，山里长咧做大水，目前已经有47个人死亡，85人受伤。当地政府表示讲，这死伤人数会搁再增加。另外，伫印尼的梅拉比火山车山喷发，造成11名爬山游客不幸过往，也那12个人失踪。当地是出动160多名军警，也搁伫咧敲找当中。 大路雨水淹，车辆卡伫堆积的土沙中，公车故障，水势流甲真紧，佮带着大细不定残骸同齐冲走。坦桑尼亚北部连续几夜降落大雨，省长首都杜杜马北方大约300公里的卡特市镇，佮有重大死伤，真侪厝甲基础设施也安尼受损。当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杜拜出席气候峰会，总统哈桑向家属致哀。 Lakini nataka niseme kwamba nimeelekeza nguvu zote za serikali. 坦桑尼亚当年有数万人因为大水受到影响，今年更加是因为性能现象，承受大水引起山崩的冲击。顶个月，坦桑尼亚落雨量比往年多，几啊座城市有人死亡，也有农作物风冲走。 印尼苏门答腊岛梅拉比火山车山爆发，火山灰飘向空中大约3公里远。当局发布4级警戒中第3级级别的警示，佮进行入山管制。数十名迄当时当地这座海拔2891公尺山区内健行者被迫撤离。另外部分人士入山也是离开时间无通报当局。 Dan radius aman masih di 3 km. 火山爆发了后，火山灰较高的气候地也向东扩散，也观测到火山灰湖已经飘到西苏门答腊第3大城，人口超过10万的有指定仪式。当局建议民众若一定要外出，爱伫无啊甲风雨面搭。广西新闻吴伟林编译。